要来用诗歌来陪伴咱的心，来敬拜上帝。咱做伙来吟今仔日要吟的诗歌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咱来吟第1、第3到第5节。咱来吟圣诗第113首，替我拍破就盘心。咱来吟前3节。Come to
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心来敬拜上帝。起厝师傅气势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础。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请撒开金丝摇落上帝，信诗第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阮同心压倒来祈祷。现在，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万世的君王，你的荣光充满全地。感谢你保守阮平安度过顶礼拜，享受你一切创造的美好。今日感谢你组织阮，齐声敬拜的娱乐，享受这上好的恩典甲福分。阮因为你欢喜快乐，阮要保养你奇妙的作为。阮爱学乐你的名，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阮。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拭阮的罪过，求你洗除阮一切的罪，洗清阮的罪恶。阮知家己的过失，阮的罪恶不是伫我的目睭前。你的意爱是内心深色，求你教示阮，互阮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阮的罪，互阮清气；求你互阮洗清气，互阮比洗较白。亲爱的主耶稣，你为着阮流血牺牲，互阮会当通过基督甲上帝搁和好。既然搁和好，阮搁较会因为基督的国活来得到拯救。主啊，阮的心爱向你拍开，愿你通过赐予阮的信心，将你的听灌入阮的心。阮倚靠你的慈爱，阮的心因为你的拯救快乐。阮要唱歌称赞你，因为你用丰盛的恩典对待阮。阮要称赞上主，至悬上帝的名，求你指示阮活命的道路。伫你面前，阮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面，阮有永远的快乐。求信心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原谅长老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仔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愿爱你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咱三个来交谈启应文第47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我来启，兄弟来译。真海岛啊，着听我的话。我伫胎里，上主着紧抓我。伊互我的喙亲像内刀，搁互我诚做磨尖的刺。伊有甲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犹古我靠上主替我伸冤。这声，我伫胎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这声，若安尼，
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请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5位，伫路加福音23章34节、43节；约翰福音19章25节到27节；马太福音27章46节；约翰福音19章28节到30节；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毋知因伫做啥物。”后来因抽签分耶稣的衫。耶稣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乐园。”耶稣的老母，伊的阿姨，加罗巴的某玛利亚，甲抹大粒的玛利亚，拢活伫耶稣的十字架边。耶稣看到伊的老母，佮看到伊所听迄个门徒活伫边仔，就对伊的老母讲：“阿母，看你的囝。”后来伊对迄个门徒讲：“看你的老母。”对迄时起，迄个门徒甲耶稣的老母接转去因兜。下晡3点左右，耶稣大声喊：“伊利，伊利，拉玛撒伯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这个事了后，耶稣知一切代志已经完成，为着要应验圣经的话，就讲：“我喙干。”谈了后，耶稣讲：“完成啦。”讲了，头交落去就断。耶稣大声喊：“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讲煞就断去。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这是要请圣歌队来学罗上帝，所要用的诗歌是主耶稣的保护。
只是要请苏元良长老来讲道。今日伊要讲的题目是十诫7言。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保护洗清阮的罪过，因为你的死，阮来得到赦罪；因为你的过我，阮来得到永望。求主你真正将阮当作你手中的宝贝，互阮每一个信你的人，拢伫你的膝下，会当欢欢喜喜、平平安安过阮伫在世的日子的每一日。阮今日搁来到伫教会所在，礼拜日早起。伫遮安静阮的心，要伫遮做伙三思，你教示阮的道理，求主你通过的时间，互阮有好的领受，有好的分享。阮来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耶稣伫十字架顶过身以前，有讲7句话。伫3月底时，3月中。牧师叫我准备这篇道理的是，迄个时阵，我就想讲4月经过受难周，经过过活节，我来分享耶稣伫十字架顶所讲的话，应该真有意思。拄这个时，这中间我有一个堂哥伊过身去，按伊过身，到伊入院，到伊过身，差不多2礼拜时间若定，我有时间伫遐跟伊做伙。伫要死之前，伊伫遐不断讲一句话、2句话，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另外一句话，伊讲足满足啦，足满足啦。我因为伫伊的追思礼拜替伊讲个人阅历，所以我伫心内咧想讲，伊即个遗言伫遐咧讲的时阵，毋知有啥物意思无？所以我安尼分析，伊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是到尾过身的进程，伊真正体会着讲，人的生命是无法度家己来控制。真正世界人你所讲，真正咱圣经里所讲是事实。因为迄个进程2礼拜活活跳跳，空话咧讲话，2礼拜入院，搁2礼拜无够就过身，所以一定要有真深的感觉，生死有命。生死要当由在咱家己。第2句话讲真满足啦。我咧想，伊心内一定是咧想讲，伊即世人无白白听一抓。伫伊大遐，伊心内所想的，伊所追求的，伊所仰望，伊所听的，拢伫遐有得到。所以伊感觉伊无活活伫遐，无伫遐白白行过即世人。所以我伫伊的重视顶悬。伊会追随个总结伊的人生，就是伊有真认真过伊的人生，伊有真宽容、宽大的心胸，伫迄个所在，甲人来聚接，甲亲情朋友、同事下官伫遐伫聚接。所以我今日慢要抱这个心情，来替耶稣讲故人理列我要按伊临终的7句话来思考，顺圣灵的感动来了解。伊要即讲的7句话有直接间接有啥物意义伫咧？所以我伫这几礼拜伫遐不是为着这样代志来祈祷，互我有一个感动。耶稣伫十字架顶讲的这7句话，事实上就是你讲咱人生的7件的大项代志，也是咱人生7项的功课，爱人来去学习，爱人来去遵守的7个功课。所以第1句话。而且有迄个照迄个圣经学家的顺序，第1句话就是路加福音23章34节，伊伫十字架顶讲：“爸啊，赦免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伫这进前第33节的所在，伊用掠到迄个古罗地伫迄个所在，甲伊钉伫十字架顶，通讲伊伫遐种上痛苦、上侮辱的身份。伫遐来死，要死，定伫遐要死。伫迄个情形下骹，极其的痛苦，极其的受侮辱的情形下骹，一直十字架顶讲出一句话：讲爸啊，赦免你。赦免是人生上第困难的一个功课，这是我人生70几档到即摆一个体会。
这一个基督徒，我不是拢想我们照圣经的教示来做，但是下面这样代志，我感觉我真困难做会到，做会到一届，做一个两届做袂到。但是我知咱拢是人，咱若是人，绝对无可能亲像耶稣安尼，伫迄个十字架顶，大家咧看，伊的父母、伊的亲情朋友、伊的对敌，拢伫咧看的时阵，佮会咱讲出来讲，爸啊，下面人，因为恁所做，因毋知。若是我，伫遐可能就是错判话出来，伫遐可能就是我是冤枉，伫遐可能呼天抢地。啊，伫迄说一定是这个经验，因为咱就是人，每一个人拢是人。若是人，总是无法度忍受迄款的屈辱，忍受迄款的痛苦。但是这是圣经里面对咱的要求。哥罗西书3章13节有安尼讲，若是人，这人甲迄人有无好势的所在，总是爱彼此包容，彼此赦免。毋尔安尼，这是较富裕的尔。较简单的尔，好考尔。马太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对赦免有一个更较互人惊吓的一个道理。伊讲，你若无赦免人的过，你若无赦免人得罪你的罪，恁伫天顶的爸嘛无要赦免你得罪伊的过犯。所以按简单讲，无赦免嘛是一款罪。为什么无赦免是一款罪？因为你无赦免的人，你就陷伫迄个无穷的恨的循环的内面，你离来遐无法度真正会当有清心，你无法度平安喜乐。你若恨离出来，你就会产生攻击，你就会产生其他的罪出来。所以伫遐简单讲一句讲，无赦免就是一款罪。这个对赦免这样道理，这样道理更较积极的一个讲法来讲，无赦免就是罪。但是赦免人敢唔遐尔简单？圣经内面有一个人物，我上介意看伊的事迹，就是大卫。因为大卫犯过我比我惨足济，犯过罪比我更较惨，惊奸淫，佮害人死，为了惊奸的害人死。啊，伫遐讲赦免人，其实是假赦免。我举例互你听。伊有一个表兄弟叫做约押，是个大元帅。这个大元帅约押出伫嫉妒呢，有2届杀死另外2个元帅，所以大卫伫遐勇忍落来。无甲迄落无甲发作，但是伊伫要临终的时，伫咧往记上卷第2章，伫台啊有甲伊的囝安怎讲即个你着毋通互伊，即个约押是你的表侄表姑，你着毋通互伊平平安安落阴间。讲你真聪明，你知影要安怎处理。所以所罗门即个大卫死了，伊着去要甲掠去约押走去圣殿内面换即个。祭坛的角，因为讲那安尼就袂害死，不过嘛是甲拖出去害死。所以大卫伫在世的时阵是假赦免，毋是真正赦免。所以我看到这感真安心。我嘛是迄款人，大卫都安尼，我嘛是会犯一款毋对。伊个一届，伊的囝押沙龙吼，背叛伊的是伊逃走，经过吉伦溪上有一个设了的古神。叫做四美喜密啊！伫遐甲骂讲你流人的血，吼你对不起说了一家，伫遐讲你较紧去死好。伊伫迄所在讲，我无要定你的罪，我无要定你的罪，无要用刀来杀你。但是要死以前，伊甲伊的囝所罗门讲：你真聪明，你毋通互伊简简单单无流血，就去入阴间。伊一定爱报仇，所以所罗门起来时，甲四妹掠来讲，你袂使过吉伦溪，你若过吉伦溪，你就要甲伊抬头。所以3冬久死米拢无过，拢无代志。有一届3冬后，伊的牛仔羊走无药，过迄个溪，袂记这样代，转来就去互所罗门甲杀死。所以这个所在大卫。甚至这样伟大的大卫，上帝所疼痛敬送的大卫，圣经里面所尊重的大卫，圣经里面用上侪文字描写的一个人物，伫遐不但有犯真大的罪，咱中间可能无一人犯过这款罪，搁伫遐无影真正会当做到这个赦免的功课。所以咱知影，赦免是非常的困难，赦免人的罪是非常的困难。咱一般的人平凡，哪像咱这款人，要哪？会晓来赦免别人，忍耐，
代笔伫迄个所在，在生是有忍耐，忍耐就是咱无当看耶稣所讲，爱听你的对敌。我真正，我伫遐甲大家坦白，我即世人可能无当做到一个听你的对敌即句话，这是太悬的理想，毋是咱每一个人平凡的信徒做会到。但是迄是一个模范，咱来记住，迄是耶稣的境界，咱来学伊的模样。但是保罗有讲出来即个困难。要听，要赦免，大家有听心。要赦免一个人，你若无听心，你无法度忍耐，你无人真正甲袂记你遐个代志，无法度做遮个代志。但是保罗讲，啊，听是啥物物？免啊听，才当赦免。听是啥物物？哥林多前书13章讲，听一句话就是恒久忍耐，听就是永远的忍耐，不断的忍耐。伊句内面讲过世界讲爱忍耐。最后一句听是永远的忍耐，头一句嘛是听是永远的忍耐，忍耐，但是忍耐靠我同下面，所以对敌人当面对你的侮辱，你来忍耐。我70岁以后，我就创造咧操练，讲我做一个基督徒一世人，我来操练家己。看当有这个下面的功夫无，所以我第一就是讲，感觉我在忍耐，有的代志毋能马上要逼起来，可能要抢起吼。所以这个忍耐，我就足刻意。那有啥物代志，我就当下就忍耐。哦，人排队插伫我头前，当下忍耐，互伊去无要紧。伫个所在，我明明一位我要停车，伊按头插过来，当下忍耐，互伊去无要紧啊。我捌见证过，讲有一届，我伫土国教会讲道以前，伫个进前要去的站，要停车10分钟前要上台台顶的站，迄站我也无忍耐，一个人插伫我头前，停迄个位去，落来看咪讲，你要去上台去台顶，糟糕见笑，我这款情形是要去台顶讲道，10分钟就要讲道，忍耐，该当下面，毋通讲小事简单，下面无简单，爱忍耐，忍耐嘛无简单。但是我70岁以后开始操练家己，要有这款忍耐心境，我甲大家见证真正有效。你忍耐，迄届瞬间无法做，一日第3日你可能真正袂使记者，就无去啊，迄个感觉就无去。你着靠有法度下面，你若无下面，无忍耐，你就会受气，你就怨愤，你就报复。不过呢，对伫你心内已经真久迄伤痕，迄款你要下面较困难。我捌遇到即寡长辈妇人人真济岁做阿嬷70几岁80岁，讲下面的道理，互伊感觉真艰苦，伫遐流目屎，堪伊讲伊讲，伊实在真正打嫁过来时我叫人大家气我真忝，到这样时我当然袂记得迄草伫草地，无自来水，在远打迄个水来，加上我一个新妇伫遐咧打。当然想讲，这就是要主动问毋知影阮小姑用出来枪手讲咧较凉，足艰苦的时，阮大家讲，安尼靠要紧，实在无当下面，要安下面落一世人的怨愤，迄是干举一个例尔，其他佫毋免讲有够济，安尼70当加来18岁到遐80岁左右，无当拄起迄下面有迄下面的心情，真正是困难。我毋是伊的心，我无伊的角色。我可能无甲了解，但是我看迄个痛苦的表情，我知影伫心内迄个恨是足无容易去甲摕掉。若要讲，你着忍耐，着发作你70当前，免叫我去安尼忍耐无法度。这个时阵有一个就是讲，你爱操练凡事感恩，凡事感恩，每时感恩，数算去算迄个稳定伫迄个身躯。咱常在有稳定，感觉袂记，但是咱若温分。受分咱就记掉，所以你也不时伫遐感觉你有互人听，你有互上帝听，你就渐渐会晓下面人。毋知即个负责人伊尾阿嬷以后有较心情较好无？我无机会来甲问，但是我相信你若不时感觉受人听，你有不时伫遐感恩，你渐渐会当培养出迄个下面别人的心出来。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兄弟姊妹、你的父母、同事、你的上司，你
你敢真正有法度像耶稣安尼款来赦免因对你的不起，冤屈到死的线，要死伫十字架顶，啊，个人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毋知因所做是啥物。不过耶稣伫新约内面一再你宣导，一再即教示的一个道理，就是讲天国毋是等到你死后要去的所在哪定。天国今仔日就伫你的身边，所以教咱读圣，教咱祈祷是安讲，伫天灵亲像伫天灵，伫地灵亲像伫天灵。伊的心内，天国就伫咱的身边。天国伫今仔日伫世界，咱就要开始享受天国的喜乐，毋是等到咱死了，讲咱以后来天国还佫再见面，伫遐甲上帝做伙坐席。你在伫即个世间，天国就是伫地上，但是天国若伫地上。大家去到遐，心内拢怨恨，无赦免的时阵，迄个是什么款的天国？我想无人敢去。你若要有心内真正，逐日拢有平安喜乐，我相信迄个已经是地上的天国。若要做到安尼，就是要有赦免。若无赦免，无法度有这个机会。我想这是耶稣伫十字架顶甲咱讲的句话，也是要互咱人生所学习的第一个功课，你得爱赦免。你来赦免，你来按忍呢，就去赦免，然后到宽容、甲接受。第二个功课，第落下23章43讲，迄个强盗一个伫边仔讲，你若是基督，即马叫阮倒来，叫你家己教阮弄倒来。一个讲你茫安尼讲，伊是完全的人啊，伊拢无罪，咱是有罪的人，所以我头甲耶稣讲。当你国内，你的国内念上求你纪念我，伊选择相信耶稣，另外一个无选择伫遐怨恨耶稣，所以伫迄个所在，耶稣甲讲第二句话：今仔日你要教我同齐伫乐园内面选择，一个选择安尼，迄暝伫乐园内面，一个选择另外一款，伫遐嘛是对了伫阴间。人生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拢是大大小小选择。所连起来，你敢捌想过讲？若阮几当前某一个选择，你做另外一个选择时，今仔日你会啥物款？我常在你想讲，我55当前，迄阵大专联考，我迄阵叫做联考吼，我不定捌跟大家分享过一点讲，我因为早熟了这个高中生，所以看迄文书的物啊，所以前迄个时阵我就讲，我要读心理系啊，所以第一季我就带心理的添落。我的老母是做护士。我老爸是做西药的推销员，所以伫病院出去知影讲医生的地位真悬，所以伊望讲我会当去读医生，所以伫遐我苦劝，讲叫我来写台大医学院，我无法度，我就写咧台大医学院、台大心理的等。考出来结果我差0.5分，会当入去台大医科。我说奇怪啊，我考上歹迄科就是我普通上个成本吼，农理考能考70-80分，啊联考出来才60几分尔吼。但我相信这个物有上帝意思在面。我老母迄阵当时就问我讲：啊，你敢要去订课看卖？我心内嘛有动一下，讲我若订课可能吼，就拢医科拢甲写落来，然后其他拢卖带医科、什么医科一直甲写落来。伫迄个时阵的情形，我可能嘛是会得医学院啊去做医生。我咧想讲，我迄个选择，不过我尾也拒绝，嘛是坚持去读我所爱的心理系。我想讲，我迄个时阵。若选择，照阮老母哥所讲，去订课啊去做医生，即摆毋知啥物款。别项我毋知，阮太太讲，你若做医生你炸着一个医疗酒，毋知几届去啊！手术咧，刀啊一定硬绑伫落，针都袂记你摕出来呢吼。我就是即款个性，实在是无法度吼。讲好佳在迄阵无选择去做医生吼。我大概看梁医师时拢讲吼，足钦佩做医生足有耐心听阮伫遐讲诶，实在是足。无路用的话，啊，就讲互医生听，医生来足有耐心，怎么样？我感觉我是无法度啊。所以人的一生，你的选择会影响你一世人，啊，这个影响你一世人，佮影响你边的人。所以人的一生、世界的一生、国家的历史，大大小小的小，或者选择大大小小的人物所造成、所衍生出来。选择的代志，每时拢伫咱身躯边发生。我若逐摆驶车牛着黄灯，我就较紧冲过。阮太太黄灯还未是咧，有算讲有先黄灯要较紧停落来，停落来才黄灯才开始。
所以迄个性拢无共，选择就无共。但是你敢知？我嘛捌听过讲有人伫遐吼停伫路边，后壁迄个想要冲过，讲弄了，很弄死伊嘛有啊。像我即款诶，选择要黄灯要冲过，冲到半路空烧动诶嘛足济。所以每一个人所选择诶结果，遭遇是真无共诶。你伫你诶事业顶悬，你伫你诶公司、你诶职场顶悬，你选择要做啥物款？就要做拼命三人，每个日伫遐做代志食饭凊彩买一个好，是要不求表现，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表现，去做一个灾难，但是你办过到底下就好。这会改变，这个选择，这个态度，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甚至影响你的家庭、你的家人。别人甲你侮辱，你要选择一笑置之，笑一个准煞，还是要选择我绝对无放你煞，要甲你纠缠到底。这款的选择。真平常，但是伫咱人生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情形下，拢会影响你的心理的健康、你的朋友关系、你的婚姻的关系，以及你事业有成就无成就。伫气候学顶悬，天气的学问，因常在有一个说安尼讲，伫南美洲小小的一片乌云伫遐变过来的时阵，无偌久以后，迄个变化到亚洲变做雷雨。所以一个小小的选择，伫遐累积伫这个选择顶悬，真侪款无共选，最后变一个足大的这个影响吼。人生就是安尼，真侪选择。今仔下晝你要食啥？下晝你为了朋友来教会，你敢要开人笑一个？你敢要讲平安？有足侪工作的机会，你要安怎选择？你要选择去一个大间的公司，亲像台积电安尼，报纸常在你讲。一个博士去到台积电，雇一台机器，雇一世人，唔知有影无？人家台积电，是要选择去一间细间的公司，研发也你做，行销也你做，报纸也你爱做，迄款你档拢会当学着，会计嘛你爱写，你要即款的公司，也要迄款的公司，绝对对你的事业有真大的影响。你选去细间公司，虽然看起来真卑微，但是你档你拢捌，尾后你可能家己创业。选去大间公司，你暂时想是足好的时阵，但是你可能以后就是永远伫迄个所在，毋是逐拢会当做到副总，1000个、2000人即个，最后人2-3个做到副总，还是处长呢？你可能一世人就干那过去再去。所以每一个人选择对你的人生有极大的影响。选择会通讲是人生上第危险的代志。你若选毋对，你真正无法当后悔，甚至你后悔啥？你甲轻轻啊改变，小可改变，哪定？不过虽然是安尼。我有真侪朋友，因为一日台积电一段时间了，选择离开来我遐做我的助理。我逐项拢会当学着，拢有。你讲你若毋对选择，你可能世间的代志，你选择你还佫有机会通改变。像阮真侪朋友，毋是我这个时代，较侪本来是足爱读医科，但是毋对去读森林系啊，什物有无无？尾安尼，哇，去读医学好的医生，出来做医生，会当修改。但是你敢知人生有一项物，你无法当改？就是你死了，你敢有永生？你敢有得救？这是你无当改。这个选择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讲，这个选择敢你有得到永远的生命无？这样代志，敢若你伫在生的时阵会当做这个选择。你死了，你就无机会做这个选择。你的今日佮你拜较侪物，若袂当互你改做按第一去到天堂。罗家英记载财主甲撒罗的代志，因两个拢死了，伊也阴间。那撒罗伫阿伯拉的怀中底下有真轻松，财主伫个火湖内面真足艰苦，伫遐喙焦无物通食。伊甲阿伯拉哀求讲，该当拜托这个那撒罗用一寡资料我喙焦我滴一下喙唇的，讲袂当。你甲我中间有一个深渊，是无人会当经过。请注意，伫天堂甲伫地狱，永远的活命，咱有当时拢简单讲，咱死了有永远的活命，咱是永远甲上帝做伙伫地活命。但是你若无相信上帝，是毋是就无永远的命？无永远的活命，有你嘛有永远的活命，但是是永远伫痛苦伫火湖中间的活命，实在是真痛苦。但是阿伯拉迄句话讲，你甲我中间有一个沟，这个深渊是无人会当经过，所以你只有伫在世时阵，你才会当做这个选择。你无法当伫死了较做，所以伫这所在，耶稣
甲迄个贼讲，你做了真对的选择，你今暝甲我伫天堂、伫乐园内面。所以咱人生最重要的一样代志，就是这个功课，就是你得爱做对的选择。因为人生就是足个选择，你每一个选择拢爱真认真，但是上第一重要，袂当反悔。无好当就是你只有伫在生，你个活咧上，你个有肉体上，你个选择，你要永远甲上帝做伙，还是你要永远伫阴间受苦？这个物，人生我讲是上帝重要的功课，你无法度通改变上帝重要的功课。咱每一个人拢对未来。拢对唔知的代志有真济的想象，敢若这项我阁强调一解，信主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人生在世才会当做的选择，其他的选择拢会当后悔，可能减得到一寡利益，可能较行较弯曲的路哪定，但是敢若这项，你只有人生在世才会当做的选择，所以伫遐这个第三句的话就是讲。第二话我就讲，你来学耶稣伫遐用迄个今暝要甲我落园来强调人的第二重要的功课，就是爱做对的选择。第三就是约翰福音19章26、29、27节，伊甲伊学生讲，甲伊老母讲，老母啊，看你的囝，甲迄个学生讲，看你的老母这个所在，这是对于老母的关怀。对老母的关怀，对家庭的关怀，是社会关怀的一部分。你若对社会做足多好事，但是你厝里对你某是足歹，对你人是足歹，对你老母是不好，对你囝是唔是好老爸老母，这款是假的社会关怀。所以社会关怀第一重要就是伫家庭内面的关怀。所以伫迄个所在，伊是个顶表示，互咱人在世间人做。社会关怀是人生上第一重要的功课，中间第一重要就是孝顺父母，家庭内面的关怀。所以，这个社会公义就是人民，人民的基础就是要有社会公义甲社会正义。你若看规个旧约内面，你所讲的，就是拢你讲这个社会公义、社会正义这个人民英文叫 compassion， 人民甲同情是无共，同情叫 sympathy。人民就是讲，你对其他人的受苦甲悲伤，你有关怀，你有看到，你有感觉悲伤，这叫做同情。但是安尼了后，你有行动，你有回应，这叫做人民。所以人民甲同情有一步之差，就是讲同情就是你有看到伊的痛苦，看到伊的悲伤，你有迄个同理心，但是就到遐为止，这叫做同情。但是你若有看到伊的痛苦、伤悲，你伫遐有做出行动，伫遐来帮助，叫做人民。所以人民包括三部分，就是讲你注意到，你有感受到，你阁有回应。人民嘛，甲稳定无共。我对社会有一个人民，毋是你对伊的稳定。所以一个字，咱伫社会做足多公益，做足多好事上，你毋通存着就讲，我对这个人，我是对伊有稳定。稳定敢若上帝有法咱世间人，咱对伊是一个人民，是一个同理心的表现哪定。所以伫这个所在，耶稣就是一个顶，甲伊学生讲，甲咱世间人讲，你得有人民的心。这个人民的心，伫规个社会拢在伫遐关怀着。第一项代志就是按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囝儿、你的翁某的关系开始。我准备这个道理的时候，想讲。我读旧约时，拢有迄个感觉，拢在讲社会公义所以我想找一个经节来跟大家证明讲是安尼。所以我凊彩甲献一个，摩西我跟我献一个利未记，第19章第来看，就是讲社会公义。所以你就知影讲社会公义这样代志，旧约内面是偌尔侪位讲着。第利未记19章安尼讲，你若咧挂伫我的时，毋通挂了了你若阵落落时，嘛毋通搁去捡，哎呦。留互遐弱势人通去捡你若你念迄个葡萄的时候就爱留一寡条过的卖念，留互遐善车的人，讲遮尔有你茫骂迄个臭耳，臭耳可能听无，你安甲骂其实实际上伊真艰苦，你才有迄同情的心你要请人过工，你工人工钱，你毋通共留假日，要去生自己的利息，所以这是保护劳工、保护弱势、照顾弱势，这是旧约内面。四界拢总有
4个拢总有。但是伊第一项，这是19章的第9节，19章的第20节就是讲到大圣的人民、大圣的社会公义、大圣的同理心，就是针对家己的父母、甲厝里人。所以19章第20节安尼讲，恁逐个人来孝敬你的父母。你若有怜悯的心，你社会是大善人，结果你存是不好主的人，你是假的，你是无影真正的怜悯。所以耶稣伊是一个定样，伊行动用行动来甲世间人讲，人这世人真重要的学，就是要有怜悯的心。我相信今仔日大家足侪人拢有怜悯，甚至同情的心伫迄个所在。但是我有观察到，咱即摆社会有一个怜悯的疲乏感，讲怜悯的亚神的感觉伫迄个所在。我明明要怜悯，第单我捐钱，都毋知你钱捐人对，10块互恁，7块用伫行政人事会，3块较伫遐救济，所以大家渐渐有迄个怜悯的疲乏感出来。不管你有啥物感觉，但是爱会记住。上帝耶稣伫世间上尾的一刻，伫世界顶甲咱教，咱要有怜悯的心。特别咱是做一个基督徒，咱学习这个模样，顺一个怜悯的心伫个所在。过来，马太福音27章46节，伊讲：我的上帝啊，啥事离开我？这个圣经在我最爱用阿兰话读讲：以利马拉撒巴各大尼。吼，我捌甲念，我以利马拉撒巴差不多2秒钟我就通读了啊。真细，我最爱即句话。啊，毋知啥物，就敢若阿弥陀佛嘛，你嘛毋知本来真直接翻译出来安尼共款吼。啊，所以即句敢若是我的阿弥陀佛就对啊。迄个所在，你若了解耶稣迄个心情，伊伫遐为虾米伊伫遐呼喊出来？上帝啊，上帝啊，啥事离开我？迄个原因就是伊承担，伊别甲咱世间人教的，你得承担别人，你饶恕别人的痛苦。饶恕是有代价，下面别人是有代价，毋是讲下面就好，你得甲迄个痛苦、迄个无欢喜、迄个歹的情绪吞落去，你是有艰苦。耶稣伫遐替咱世间人担当所有人的世间人的罪，所以既然得加肉身来到世间，加做人，伊都有人的情绪，伊都有人的肉体，所以伫遐担当足侪人的罪，但是伫遐伊有承担起来，到一个程度，伊挡袂掉，伊伫个所在承担了。伊伫遐就吐开出来，伫遐讲出来，所以伊伫遐化工以利亚拉撒巴各大尼，表示有承担世人的罪恶。所以咱伫遐就是讲，咱特别是咱这几个基督徒，咱得有承担。虽然有迄个痛苦，但是爱承担。痛过有痛过解决，伊伫遐痛过到一个人讲，上帝啊，你啥物事你放杀我？咱这基督徒，咱常常讲信心要有行为。所以咱常在上简单来讲一个标准来讲，你搞起来，你若有就表示你有迄个行为吼，就是圣灵的9个果子，圣经的9个规矩。加拉太书第5章讲：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心、温柔、节制。这个9个规矩拢是建立伫疼的顶悬。若无疼，别人对你无忍耐，你要对有忍耐。你若无疼，无可能。别人你骂你拉你的后腿，你免来喜乐。你若无疼，无可能。忍耐、和平，等等拢爱有疼。但是疼是啥物物？足抽象的。所以保罗甲用上简单话讲出来，讲伫哥林多前书13章讲，疼是啥物？疼就是永久的忍耐。疼就是永久的忍耐。所以你要有圣经的规矩，你要像耶稣安尼承担世间人的罪过，要疼世间人，你爱付出你的代价，你的代价。这就是承担，这个承受，这个承受会互你产生痛苦。无人会当久长忍受压力，无人会当忍受压力很久啊。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担当世间人的罪过，伫遐痛苦承担，迄个痛苦了，伊伫遐发出来，按心要发出来。上帝啊，你哪了？大病嘛是安尼。伊做王，所有足侪攻击，足侪痛苦，所以伫诗篇人不是讲上帝啊，毋通互我的对敌点仔笑讲，你的上帝伫倒了，已经放杀你啊！你得讲出来。所以，而且咱要学习耶稣伫诗经里所教示咱人生的第4个功课，就是讲，你若有痛苦啥，你得追求帮助，你得承担起来。第一，你得承担起来，但是你得讲出来，你得追求出来，追求。脱开的对象，这是心理学来用叫做 catharsis，
就是讲你要倾出来，把你心内痛苦倒出来。耶稣就是决定安尼讲，承担，因为伊承担，所以感觉上帝离开伊，因为伊真痛苦，承担就有压力。那毋是安尼是啥？咱都无真正有承担。所以，一咱的人生内面，咱咧学习的功课讲，有当时你有真侪压力，你真侪讲袂出来痛苦。我下面这人，我听这人，但是我家己变成我家己接触这时阵，你来接受，因为这就是上帝咧教咱的功课。耶稣咧教咱，你要有承担，你要有怜悯，你要怜悯就要承担。承担了有痛苦怎么办？要安怎样？约翰福音19章28节，耶稣讲：“我渴了，我喙干。”咱敢会记得伫马太福音第4章的时阵，耶稣互魔鬼带去伫旷野，伫遐受试探。40暝日无啉无食，魔鬼来到伊身边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甲这石头拢变做饼，你就当得到饱足。”上帝讲：“人活的毋是吃靠饼，是靠上帝嘴所讲出来的话。”伫迄个所在，耶稣40日无食腹肚枵，伊敢有讲我腹肚枵？无。伫这个所在，伊顶一时个，伊知伊念伊就要过身，讲啥物拢无用。伊想要讲我喙焦，腹肚枵，随食伊还要搁活咧，食咧就袂枵，伊无讲我腹肚枵。伫遐马上要死，讲嘛无效的时，伊讲我渴了，我喙焦，想要讲伊喙焦，毋是讲人活咧，毋是靠啉靠食，是靠上帝嘴所出一切话。但是无共款，正直的讲课讲，咱承担一切，咱靠有多下面，咱靠有多怜悯。但承担的结果，你有痛苦，你有这个痛苦，你得去面对伊。所以这个功课来讲，咱得面对咱人生的痛苦甲困难。咱学习要去面对这，而且足诚实、足正确去面对这个痛苦。圣严法师有一段名言，伊讲：你得面对烦恼时，你得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1站以前，我伫遮嘛捌用圣严法师所讲的一句话，讲一句，结果就姊妹来找讲，你开通讲诶，伫教会内面讲圣严法师的代志，啊，有人就讲，哦，那圣严法师偌好，因那安尼，我迄阵无时间足匆忙吼，无甲回答，但是我今仔要伫遮来回答。咱来面对他，诚实的面对他。但是面对它是你足简单，你能去接受。但是你要处理它，你要放下它，你要接受它，接受、处理、放下，毋是遐简单。毋是像圣严法师讲的，咱靠人，咱来修行，咱来念经，咱来打禅期，我就让做到遮。迄部分。耶稣就是跟你讲，你要面对，因为你承担你的痛苦，你要面对，互你的人生你的痛苦让吐出来。你看咱地上和平喜乐，你看咱就地上看到天国。但是你得面对城市里面的啊了后咧，你要解决，毋是像圣言话，靠你家己的力量去长期去休息，去山顶，你得接受它，你得处理它，你得下当甲放下。我有一个朋友，同事也是捌做过我的同事，伊伫早期嘛是台湾。遐早出来做电脑的人，中间一个，我跟伊做伙时，伊企业我伫遐做一个较悬的职务，我哋管理的有差不多600-700个，但是伊是对佛经足有研究，伊写足侪佛经，写啊足深的，嘛送我一套哦，我真正看无但是呢，伊的事业某一个原因，互伊一步一直落来，所以我某种形式的退休了，伊随叫我去帮忙。迄时阵，伊600-700个已经剩差不多10亿，做足的错误，毋对决定安尼别人讲拢无法度，大家讲你看遐执着，对遐执着，一定要安那？你毋是写佛经，毋是叫你放下，你毋想简单，你怎么放不下？靠人是做袂到，足聪明的一个人，读足悬的学历，趁过曾经做过股王，趁过大钱。古代这真正困难，伊知影面对这个问题，这会啦，伊知影伊的问题，伊看到伊足成绩知影伊的问题，但是刷来要去接受这些事实，要接受你不再是股王，要接受你的事业已经完蛋了，要处理这个事后的问题，
要要去放下这心理上的痛苦，不是人做会到。所以圣严法师讲，阿伯这接受、处理、放下，刚开是讲你来打禅期，你来这修行7天不讲话，慢慢的思考，你就可以解决。无，咱基督徒是爱将这个物，你的忧闷重担，拢来到上帝的面前，伫迄个所在交互上帝。我一般医疗我伫咱马街病院，所以我大概马街病院时，我若较早我伫遐行医疗行来，我就看迄1楼的顶悬遐，迄句话我真爱吼。伊讲吼，万物起源对真心，佮说来一句，专人医治克耶稣。杨医师，我毋知道背毋对无？专人医治啊，克耶稣，靠家己是无救的。我的朋友是上好咧，业界嘛是强人一个，到迄个问题来讲，他没办法靠自己。你茫想讲伊袂当，我会当，无影，咱大家拢真乱，拢只有限。所以专人医治，你的痛苦，你的病痛，爱靠耶稣，靠家己无救，靠朋友也无救，伊嘛是有限。靠上司，这顶司嘛无救，伊佫较有限。咱得爱面对他了后，把一切拢交托给上帝。咱家己的软弱不足，咱该承认，咱家己有限，将这个代志面对他，将你的痛苦交代给上帝。但是这个面对毋是无重要，这个面对真重要，迄个病视感。你知影家己有这个病，你来去面对；你知影你家己有这个这毋对，你来去解决伊，成绩你个。你看第一步你都无要做到，你就无法度。所以耶稣伫大家伫十架顶，你明明知影伊个几点钟后就过身，40你枵都无讲，写这些伊讲喙焦，伊就足诚实教咱一个功课。人伫世间，你有因为信承受足多痛苦，伫上帝的面前，你来真正面对、诚实面对你家己的问题，毋茫想家己搞面对伊，然后下尾一句咧交托，什么叫交托？但是交托一生有一个意义，就是讲，人的一生真正痛苦，就是讲，我找无人生的意义。我是要做啥？我感觉拢做这个无路用的代志，逐日在踮遐扫地、煮饭、订订，还是讲去公司互画来画去，拢无啥物重要的代志。约翰福音19章30，伊讲成了，成了。你要注意，耶稣伫迄上讲成了，伊无讲完了，结束去啊，要翘去啊，无效去啊，无使我断掉你断掉，无效去。伊讲成了，伊无讲完。成了意思就是讲，我的人生已经没有遗憾，我所追求，我人生的角色已经完成啊！哦，我伫这个所在，我伫这当我要等于到天国的所在，成了。伫创世纪内面第1章，你也较注意读，伊伫迄个所在，上帝对世间有一个想法，讲这底有水，摕到天顶有水，土到有水，所以第一日事就安尼成了。所以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任务完成的时候，第2日有动物，就真正有动物，安尼事就成了。第6日做人，事就成了。所以成了就是讲，迄个意义、迄个目标，你已经伫遐达成、遐完成。但是咱人生的目标，咱人生的目的是啥？对耶稣来讲，伊定是世界，伊真知伊人生道成肉体，人生的意义，就是要做人世间的道路、真理甲生命。一定要伊完全完成这个生命，这伊的道成肉身，伊的人生，伊所以就讲成了，伫遐来上天。但是咱人的人生的意义是多，真侪人问这足铁克的问题，人一生的意义是啥物物？圣经内面第1章创世第1章第26节有安尼讲，上帝讲，咱来照咱的形象，照咱的样式来做人，互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精生、正专甲专地以及专地所备一切通拖。我简单讲就是讲，上帝照伊的形象做样做人，互咱来管理全地一切。所以咱人受造，创世纪讲，上帝是安要做人，伊创造世间了呢，伊感觉是好，所以伊照伊的形象，互咱。被创造来管理这地上的一切，这就是人的任务，咱受造的任务甲责任。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安尼，你要照咱活的，迄就是你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啥物？上帝互咱做咱去管理地上的一切，
管理即句话是也好也歹足侪话，但是咱无乱讲迄个管理的细节，就是讲你每一个人伫世间所有的角色，你得要认真去做，你得要了解去做，毋是每一个人拢来做总统，嘛是有人爱伫总统府扫便所，拢共款，拢有伊的责任甲任务，拢有伊的意义伫咧。但是你得认真去做，迄个代志交对你身躯的时，你来管理，因为全地一切是拢上帝创造人要来管理，这个任务要完成，就是你的一生的意义。你做人的囝儿，你做人的太太，你做人的先生，你做人的阿嬷。我前3日学台语，学一句讲哦，做猪的甲喷，做马的车孙。哦，这是伊的人生的意义，到迄做马就是爱做这样代志啊。拢一个人伫迄个人生大家角度，你拢爱认真去做这样代志。像说讲，阮太太有教安尼做马爱车孙。你会讲我找无到人生的意义，我无迄个能力来完成，还是去找着讲我的人生意义伫对？即句话是毋对，因为咱读到迄句圣经讲，互咱会咱管理全地。头前讲啥？迄个咱就做人是照上帝的形象来所做的，照伊样式来打造的一个人。上帝是一个智慧专能的人，伊所做咧照伊形象做。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能力，拢有迄个智慧，伫你的角色，伫你的任务中啊，你得爱认真去做。重要是你有认真去敲揣无？你的人生伫咧，每一个人都有意义。所以耶稣伫迄个顶上讲成了，即句话简单，即句话成了，其实背后就是讲伊的人生的任务，伊的人生的意义已经有达成。所以要甲咱教示讲，咱每一个人爱找着咱人生的意义，找着了，你爱认真去完成。所以到你过身的时，像我的堂哥伊伫安讲真满足。伊有找着人生的意义，伊有了完成，所以伊感觉真满足。上尾后，路加福音23章46节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伫你的手中。耶稣将一切未知将来的交托伫手中。咱对过去的代志一定有烦恼，还是讲苦难；对未来的代志一定会无知，唔知明仔载是安怎，所以一定会忧闷。所以不管你是过去的烦恼苦难，还是对未来的焦虑，还是担忧，咱拢唔通靠别人，你就是来交托。所以耶稣伊成做肉体，道成肉身，伫要过身的是伊完成的人生的任务。伫伊个所在讲，我将我能交托互你。咱每一个平凡的人，每一个信徒，拢嘛是共款。你甲我无因为是基督徒，所以你就变做无限，你就变做是超人，你嘛是有限，无可靠，搁自私。你的朋友、你的丈夫、你的心理医生，每一个人拢毋是上帝，伊拢无法度真正了解你。所以你只有伫人生最后，也是讲一生上第一重要的功课，你得学习，就是你得找着有上帝，你得找着有信仰，你得知影讲人一生有永远的活命，有永生，所以将这永生、将这找着物、将这痛苦打起来，找着人生去打这问题，承受遐苦难甲压力，然后甲一切交托上帝，这就是咱。耶稣伫十字架顶7句话，所代表咱人生7个重要的功课。咱得安尼活咧，咱人生伫活在当下，靠迄个人生的意义，咱较有喜乐的人生，咱较咱是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咱伫地人就享受天国的存在。上课来记得，天父，阮感谢你，你用你的肉体挂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来死，担当阮的罪过。搁伫遐有搁我，阮有伫未来有愿望。主啊，阮感谢你，阮奖赏阮做你的家人，有这个幸福。你所要教示阮，伫人生所有学习的功课，求主你，阮来深深去思考这个问题。阮伫早早的日子会当做好和正确的选择。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三个来念回应的诗，信诗122首，替我拍破石盘的心，请大家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实现的同工。请起立，因奉献的诗。主比跳动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学了你，因为你的保护，阮会当得救；因为你的恩典，阮会罪会当赦免；因为你的拣选，阮会当成做你的子民。阮生命中所有拢是你赏赐。现今，阮甘心乐意献上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愿你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刷家来报告，请文静长老。好，来，看到你真好，来。来，咱先来介绍，咱今日真欢喜，咱元灵长老都倒来甲咱教会来甲咱分享上帝的话，咱拍鼓啊，欢迎，多谢伊。好啊，我来介绍吼，这个新的朋友于俊义弟兄。伊是迄个第一摆来参加咱诶礼拜啊，咱欢迎伊吼。伊会参加雅歌小组吼啊，毋忙雅歌小组诶迄个同工会当来在伊迄个甲伊做一个关怀诶交谈吼。啊，佮另外一位赖静怡姐妹。伊是咱东港裕华的同事，吼，啊，欢迎伊。毋忙以后会当参加迄个芦苇活水小组，吼，安尼，好，这个配仪应该会使来做迄个达关心，吼，好，这个是新的朋友，吼，好，我即摆来报告咱迄个
咱教会伫5月初5有2场的礼拜中要举行迄个洗礼，搁有个圣礼典吼。有意爱要洗礼或是献身礼，会籍转入即个望望兄弟会当来致意吼。来，我要报告教界消息的，就是总会第69届通常议会伫4月16到4月18，伫个中华基督教病院来召开吼。这前后3天的时间，牧师甲我会代表教会去参与吼。过来重要的消息，就是花莲地东即个咱总会遮有伫各地教会有通报，互总会来所了解的，就是咱有2位兄弟伫即个中间来死亡，受伤的有6人，失去联络的有1人，有7间的礼拜堂有受损，有8户的会友的厝有受损。搁一个玉山西人院教室甲宿舍拢有损坏，这咱需要来关心哦。透过咱今仔日的奉献，咱会当来为着因来做一寡事，帮赞在受难中的肢体。咱会当对咱今仔日所摕内底迄个奉献袋仔内底，你会使写为着403花莲地东来奉献，这是会当透过咱教会来做奉献，咱教会财务者汇款去到即个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基金会。吼，如果你今仔日你拄好迄个身躯出门的时阵，拄好袂记你炸钱的，你会使伫个线顶捐款，你嘛会使你明仔载开始迄个时间去邮局汇拨吼，把即个资料查转去厝，会当为着花莲即个咱受损的肢体，还是教堂遮来为因来奉献。好，搁来搁一个报告，就是咱甲马街病院拢有每个月一届拜5的迄个迄个长者健康促进的活动，伫拜5有来，拜5马街病院有搁准备即个门诊的时间表。放伫1楼，如果你若有需要，你会使到1楼遐来摕，安尼。我的报告到遮。另外一个，金溪长老要补充一个4月20，即个拜六有一个神机祷告会，吼。多谢吼，咱文静长老花即个机会我因为咱的消息内底有漏交去吼。拄我感讲，我应该要紧来即个消息，大家讲，所以是又后尾阁有写落去吼，补充着。虽然讲是每几句的来举办即个我的祈祷会，毋过我感觉这是大家的代志，吼，是大家的代志，佫是你囡仔的代志，所以阮希望大家会当你来参加，嘛带你的囡仔来参加，做伙来祈祷。那阮的重要是讲大家。那每句话是大家的。
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散会。